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1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还是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中捷运公布月台车厢监视器画面，佮初步的调查结果，吊拐落来，随车员发现了后，只有13秒反应时间，未符通知停车。中天新闻台和 NCC 撤销执照，中天提出行政诉讼，一审要求 NCC 撤销处分 ，NCC 表示违宪，嘛强调会阁上诉。桃园病院传出护理师涉嫌虐待阿婴仔，病院会室内已经通报主管机关。新台市来看，台中捷运站发生一个建案吊车吊拐，对31站楼管落来，去撼到捷运的铁轨路。本地已经停车的列车未符反应，人客上车了后，车又搁出发，就去弄跌落来吊拐。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重伤。今仔早起6点已经恢复通车，嘛公布初步的调查结果，指出讲随车员到月台保全拢有通报，也毋过反应的时间只有短13秒。会当动车的行控中心是表示讲，因为时间上过短，因未付处理。捷运公司表示，台中捷运无设高空入侵的侦测系统，会向电商要求至少2亿的赔偿。台中捷运丰乐公园站边仔的幸福发建案，车集中道咧刷除大楼厝尾顶的吊车，所干那是因为外压锁断去，负责管影一部分松动。地输吊车吊管是直接落来，撼到台中捷运的轨道，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经过透暝抢救，11透早6点已经恢复全线通车。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唔知影，而且因对安全嘛各有疑虑。只是今天早上才看到那个通车的，觉得可能搭的人还是会有点怕怕的。台中捷运公布车站甲车顶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车集中到12点27分，吊车吊拐撼破轨道隔音墙。迄当阵列车停伫咧丰乐公园站，民众照常上落车。月台顶管的保全看到各样，竟用讲话机啊通知站长，嘛有甲车顶随车人员会手警告。不过随车人员无了解伊的意思，车门关起来了后，才知影出状况啊。尝试去掏取我们的执勤包、驾控台盖板的钥匙，打开之后，尝试做一个紧急刹车。台中捷运强调讲，控制中心甲随车的人员前后拢干那13秒的时间，会当想办法甲列车动落来，全部拢有照标准的流程作业。不过时间实在伤逼啊，列车未互动，同款是弄着吊拐，而且台中捷运无司机，全部拢是自动驾驶。虽然车厢头前有装轨道障碍物侦测装置，不过全线并无高空直停侦测系统。是类似只有轨道障碍物侦测可以触发停车。我们沿线那么长。是没有装设类似入侵侦测系统这一类的东西啦。台中捷运表示，规个事件造成2节电联车的车厢、4条电缆，各轨道相关的物件拢受损伤，商务会甲建商讨赔2亿。接落来会考虑伫车站的月台加设一个紧急停车的开关，防止悲剧搁再发生。记者尤敏芳、平焕群、林建生台中报道。幸福发的建案问心爱国，因为吊车的事故造成乘客死伤的意外，台中市都发局已经下令讲，幸福发伫台中的9个建案全部拢停工，等待安检无问题才会讲去动工哦。有房产专家嘛批评讲，幸福发这间公司最近10档伫国县市计共有13件公安意外甲纠纷，拢是罚钱尔，政府拢无积极作为。台中捷运车站发生通车以来上严重的事故，造成1死10伤。事故原因就是捷运边仔幸福发问心爱国建案吊管为悬顶落来，害列车未负打动去弄掉。劳动部中区治安中心第一时间开罚30万，台中都发局嘛已经着罚81万，要求市内9件幸福发建案全部停工。9处工地全部被我们勒令停工。包括这个工地必须经过第3公证单位安全检查以后才可以复工。建筑师跟营造厂部分，我们会发函请他说明，说明完之后，我们会移送建筑师惩戒委员会跟营造审议委员会去调查跟追究他相关责任。建案工安引发严重意外，不过这不是幸福发第一摆发生工安事故。是还在建筑的工地，我们比较担心会有坍塌的危险。大火直直炭烧，台中梦幻城建案2020年起到一半就发生火烧厝。毋那车站的台中捷运事故，房产专家嘛伫明册列出10年来幸福发伫各县市计共发生13件的公安意外甲纠纷。
公司对外的态度，代表这个公司已经烂到谷底了，没有想要对于公安意外有任何维护的地方。因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们觉得你去告一告就好了，我赔一赔就好了。专家批评刑法面对更难纠纷，态度摇摆无咧顾消费者的权益，而且刑法发生这么济摆公安意外，所拢是法治尔。这个政府无咧监督，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落实稽查，莫互有这么济不良记录的建商继续起厝。记者综合报道。伫这届意外不幸过往的死者是台中静宜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湘雅，伊长期关心原住民甲人权的议题，捌做过原住民族历史正义甲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也捌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伊正积极为台湾的人权发声。所以消息传出来，人权团体佮学界拢真不甘。静宜大学嘛设一面纪念墙，互大家来怀念伊。林委员，你这个东西好多，你要不要多一点时间再讲清楚一点？占用大家太多时间，那我很快的跟大家讲说，原住民族传统领域这样的概念进入到台湾的法律体系或是国际法当中呢，是非常新的一些状况。甲总统蔡英文讨论原住民族转型正义，静宜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淑雅七十伫中济事故中不幸罹难。伊是台大法律系博士，关注人权甲原民议题。除了担任原转会委员，伫2016到2020年期间，也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前一摆参加国际会议，为台湾人权发声。不管是在他自己很关心的原民的议题上面，或者是在像这些同志啊、性别平权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西藏人啊、中国的人权议题上面，觉得老师其实都就是很不遗余力的呢。包括台权会、同志节线顶真济人权组织，也阁有学界多位教授参伫位高丽华，拢发文哀悼林淑雅。静宜大学学生更加布置一面纪念壁，除了有师生互动，也有围照林淑雅参与社会运动的相片。唔甘这位温暖和热心的老师，老师每次就是他的那个笑容就是很招牌，然后就是不管去问他什么问题，他其实都很有耐心，他可以一直讲，重复讲10几次，他都不会生气。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温暖的老师。我觉得在这里，我代表赛德克族的民主议会，然后要谢谢苏雅。林淑雅是嘉义市知名律师林胜博的查某囝，乡亲听到这个消息是真悲伤。厝边表示，林淑雅假日拢会回去家己陪伴父母，一家人的感情真好。原本这礼拜嘛要回去欢度母亲节，想要到今年团出意外。今嘛家属已经到台中处理相关刑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中天新闻台伫2020年申请换照，也毋过互 NCC 否决。中天新闻台就提出有线电视，嘛提起行政诉讼。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审宣判撤销 NCC 的处分，要求爱重新来审查。NCC 是表达遗憾，嘛强调讲伊嘛会提起上诉。2020年，因为 NCC 无要换发执照，中天新闻为52台退出，佮提起行政诉讼。经过2年外审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7日宣判，撤回无要换照的处分。消息一日出来，中天新闻甲旺旺集团的创办人蔡衍明，拢写文章来庆贺。主管机关虽然它有行政裁量权，可这个行政裁量权呢，应该也要有一定的客观的依据。要尽量做到单一标准，就是不管谁来裁量，都差不多结果。学者认为，这凸显行政机关的裁决必须有更加公正客观的社会科学根据。NCC 声明，当初是考量到这个频道在执照有效期间内出现真侪申诉甲违规，也有听证会证实这台受到不当介入的条件，唔再做出这种的裁决。对于裁判结果感觉真遗憾，也毋过会阁提起上诉。NCC 有责任要尽快对中天个案进行重新审查，并且对于换照的这个通案能够通盘的检讨，让它的透明度、公正性再次获得全体国民的信任。确实是不多见啦，行政法院的判决几乎都是站在政府的机关
有利的判决啦。慢慢的，司法院都比较开放的态度，很多都是驳回，是大家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法务部长蔡清祥指出，针对判决的结果会尊重，若做 NCC 有法律意见的需要，会提供协助。不过上尾的采纳结果也是会由主管机关来认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好事多的冷冻鱼方验出有 A 肝的病毒，冷冻的蓝鱼也有问题，业者今仔公告补偿的方案，除了退费会个提供甲产品共介绍的慰问金，会补助消费者做 A 肝检测费用。若属医师认定讲是因为食到鱼喂到 A 肝哦，买来负担医疗的费用。也毋过，消基会是批评讲，这个补偿方案完全无诚意，要帮消费者来拍团体诉讼。好事多卖场早起，人来客去，买物件民众袂少，也有民众陆续前往退费。当地防检出有 A 肝病毒的冷冻鱼果商品，听到业者提出补偿方案，不少民众讲，其实无破病就好。不小心生病的问题，不是那个金额多少的问题。对啊，因为如果你真的生病了，多少钱也补不回那个健康。就原来的价钱还给我这样子而已。今天有公告一个新的公告说会有补偿金没有了，同样金额的补偿金我有退给我就好了。根据业者对会员正式公告的补偿方案，凡是买伫回收区间的商品，不论是冷冻3种综合鱼，还是冷冻蓝鱼，除了专业退费，搁提供等待的补偿金，民众若出现症状，甲卫福部认定机构检测 A 肝，补助500块检测费。若确诊 A 肝，搁疫调追踪甲食的商品有关系，业者会负担全部的医疗费用。60天之内都有疑虑啊，那60天之内检验个1次到3次，那个检验的费用再加上挂号费，那绝对不是这赔偿的几百块、补偿的几百块可以把它 cover 过来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费用真的是非常非常没有诚意。消基会分析，最近拄拍完胖达人团体诉讼，最后每一个人会当得到2000多块的赔偿金额。消基会认为，好事多的鱼果商品影响层面更较大，赔偿金额至少3000块以上才合理。那消费者对好事多赔偿方案无满意，搁向消基会申诉，只要达到20人的底线，消基会就会协助拍团体诉讼。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强化后备战力，国军头一届办理女性后备调育到调级，头一梯有14个女性采被报道，训练5天哦，内容拢甲查甫同款。总统蔡英文今日嘛去桃园视察，嘛表示肯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女性后备军人加入教召训练。这次有14位女性退伍士官兵自愿参加教召。我有注意到我们女性士官兵有人特地向公司请假来报到，有人暂时离开孩子身边，希望能以实际的行动为保护国家尽一份心力。总统表示讲，女性的官兵加入教育调级，会当来增加后备军人的战力，强化后勤的系体系。嘛强调讲，咱台湾是徛伫全球民主防线的上头前哦，咱着爱团结，互世界看到讲民众无分性别，守护国家的决心。继续来关心所谓身份证因为各自保护的争议话题，所谓部长陈凤今仔是表示讲，治安的疑虑哦，大部分拢是发生伫政府的交换资料的时阵，所以今日继续来推动，就爱看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的决定哦。所谓部伫明年底卖来协助治安防护，需要上高级的下级机关来导入新的系统，咱做伙来了解。因为考虑各自敢会流出去等等的治安争议，行政议会决议暂停换所谓身份证，因为已经开10亿啊。甲厂商协商，若是破局，敢会全面爱付这条钱。作为部长陈凤10日去立法院，强调有关治安的疑虑，所谓身份证的问题，并不是卡片本身。所谓身份证不推的理由是什么？当时不也是没有办法保护治安？他们认为说，会很容易搜集各资到政府机关，对于政府机关跟机关之间在后端传输的这边的各自防护，不是那片卡片的治安，他们有疑虑。陈凤强调讲，国发会已经提出相关修法，在立法院的支持之下，会成立独立的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来决定敢是要持续推动所谓身份证。那以我所知，筹备处会在今年下半年就成立，最快也要到2025年嘛，可能要看这个新的个资会，那时候已经换总统了。
所以因为新的个资会就很可惜，我没办法。蔡总统拿不到他任内第1张的那个数位身份证哦。东方表示，数位部伫明年年底进前，会伫全国各主的 A 级机关完备资安机制，引入政府资料传输平台等等的技术甲验证，来确保相关的技术会当得到未来独立机关的信任甲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高驻巴西办事处谢世王的组长自杀死亡，家属怀疑讲是因为伊唔肯去缴官社还收的费用，受到同事的霸凌。外交部嘛组成调查团去巴西，4月29已经返来到台湾。本地是要公开说明调查的结果，也毋过后来又表示讲，因为家属已经向法院来提出告诉，所以未当影响司法调查。也毋过家属是讲因拢无看到任何的调查内容，嘛呼吁外交部爱主动提供予检调。咱高驻巴西办事处姓王组长坠楼身亡，家属接期内政部单纯，外交部对此派出调查团到巴西查明真相，已经伫4月29返来。关定等待调查报告出来了后，向外界说明。也毋过因为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因为调查无公开原则，将未对外公开报告内容。目前王姓组长的家属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告，本案进入司法调查程序。基于调查不公开原则，外交部调查团的报告会直接送给检调单位参考，不会再另外对外说明。王组长微爽回应，司法1个半月，外交部才派调查团去圣保罗，到底是去调查，也是去检收成果？这期姓王处长设计无赖陷害，表示王组长的规证早已经无了了啊。对家属来说真的是蛮无助的，因为一开始外交部说他调查完会尽快和我们做说明，那现在其实他也没有对我们来做说明，连私下的说明也都没有。家属表示，到目前无收到任何外交部说明，那外交部要提供报告内容予检调，请完整和详细的提供，同时也请配合检方的团性校订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暗7点半左右，伫新北市有民众翕到一粒大粒的火球飞过天顶哦。日本的 Okinawa 等所在有民众嘛有看到 ，NHK 电视台嘛有报道。咱台湾南投罗林天文台人员是表示讲，这应该毋是流星，可能是人工卫星，还是火箭。日本济湾岛天文台是指出讲，这有可能是2022年中国发射火箭部分的残骸。大粒火球搁拖正长的尾，伫暗暝空中飞过。早早暗时7点半，民众伫新北回龙的捷运站附近有看到这个景象，赶紧甲翕落来。正拄好的是，同一个时间，日本Okinawa原来有传出各地民众有看到火流星的画面，那看到的人真意外，就连 NHK 原来有报道。何これ？何これ？爸爸。大粒火球划过天边，毋但台湾甲Okinawa民众看到，传出当伫空中精巡的空中幻象战机的飞行员，原来有看到佮回报。毋过到底是毋是天然的流星？看到这个景象的洛林天文台人员表示，伊飞的速度真慢，佮飞真低，判断是人造天体落落来。看那个天然的流星的那个速度会差很大，角度也会差很多。这2点去判定它就是人造的天体坠落，主要还是绕行地球的人造卫星或者是火箭的残骸，它的质量应该蛮大的。不过因为早早暗时中国天舟6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外界是伫摇到底是毋是相关的残骸落落来。不过张英钦是讲，经常发生的时阵，天舟6号也未发射，所以一旦确认毋是。根据日本济湾岛天文台判断，2022年中国发射的部分火箭，会伫早早暗时搁再进入大气层，有这个可能性。不过，若是讲要准确来判断是虾米人造天体落落来，都要开时间为轨道确认去摇。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今仔日成立召开2023年技术论坛，总裁魏德嘉演讲的时讲到半导体对全球的重要性。半导体改变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利用这个半导体可以做什么？我告诉各位，我们的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家庭，或者是每一个政府、每一个社会，都在 improve productivity， 这绝对没有错。像我们
在台积电里面，我尽量利用半导体所得到的知识来改进我们怎么生产。台积电的总裁韦德加嘛讲到，台积电甲南韩佮美国这竞争对手来比哦，伊上值得信赖，因为因甲客户无竞争的关系，目标是帮助客户成功。虽然目前乌克兰战争嘛影响到半导体成本，也毋过哦，总裁嘛爱所有的头家毋免伤过紧张，嘛免烦恼讲台积电会起价，因为讲哦，台积电的成本是管控了真好。再来看咱国内防疫险理赔的金额，嘛已经超过2600亿。三险公司哦损失真大，保险业公开的资讯嘛显示讲，伫去年底为止，国内有5间三险公司，佮有2间寿险公司，资本哦无达到金管会要求。今仔早起，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法院就表示讲，会要求业者伫年底进前就爱达到标准。国内防疫保单为去年到今年4月份。理赔金额超过2600亿，互三险公司是了一个系列的。根据保险业公开的资讯，到去年年底为止，国内有5间三险公司甲2间寿险公司，资本水准无达到金管会要求，引起立委关注年底进前敢有法度完成改善。有一家要规划出售要不动产等等，什么时候可以做完这个事？产险因为它的缺口明确，那寿险部分还要看它卖不动产或增值的进程，现在还不确定。不过他们都很跟我们表达要积极去处理。黄天木表示，目前防疫险已经渐渐收尾，有部分真歹控制因素已经渐渐有掌握。对金控来讲，尤其是以银行子公司为主的金控公司，在起利息的环境之下，效率应该受益。因若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 IMB 的诈骗案，诈骗金额有到25亿。嘛，互立委质疑讲，网络借贷平台 P2P 到底爱由什么人来监管？针对这点，黄天木提出包括强化 P2P 业者自主管理的机制，检讨精进 P2P 业者甲银行合作的机制，还有网络公开甲银行合作的名单，甲联合电信中心开放第2资料库，互 P2P 机制会当更加周知。这个 IMB 的这个平台吸金诈骗事件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了哈。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怎么样呢？我们不会直接把它当作特许机构去管，但是我们会用这种以银行跟 P2P 网络平台、借贷平台合作的方式，透过银行的机制去导正或导引它朝向一个健全发展的方向去处理。黄天木强调讲，在2017年到2018年，都要制定银行甲网络借贷平台来起的规范，希望透过这届提出的4大方向，进一步看敢会当做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传出讲有护理师有虐待阿婴的嫌疑，警方病院调查发现讲，这个护理师确实是有问题，已经公开回息的。病院嘛表示讲，已经通报主管机关卫生局甲社会局嘛在处理了。礼拜早上我们在那边休息，是今天我们看戏啊。影片中，护理人员哪怕哪美也伴随婴仔的哭声。玻璃桃园病院传出护理人员疑似虐待婴仔，民众看电影片也拢真生气。这样很不 OK， 他自己没小孩吗？没有耐心就不要做护士啊！而且他这样打小孩，很不 OK 吧？他是说他是打床啊，这不是打人跟打床的问题，是他自己情绪不好，他就不能照顾病人。该名护理师及单位护理长调离现职，暂停所有临床业务，相关人员也一并移送考纪会惩处。院方经过调查了后，初步确认代志发生在去年9月小儿科病院，表示这名护理师的行为确实已经违反相关法令规定，对这个行为也感觉失礼，已经在第一时间以儿童甲少年保护通报主管机关，佮会配合警政、卫政、社福相关单位调查甲处分。如果有不当对待，将依护理人员法第35条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停业处分。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职业执照。护理人员疑似涉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部分，将依法裁处6到60万元罚款。社会局表示，社工人员已经甲家长约定访视，进行关怀，以了解儿童甲家庭状况。若有违反儿少法，会依法裁处。另外，卫生局表示，若涉及刑事责任，会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年的2月、3月，西部沿海出现一寡尸体，检方证实讲有9位是越南人，因是做伙偷渡跋落去海里死亡。有协会嘛协助家属来台湾处理后事。直升机伫空中展开搜查，要将还佫较侪线索。几啊具水流死角遗体，进前伫台湾西部沿海出现。检警等等的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经过几啊个月调查了后，证实这9位越南籍的死者是集体偷渡渡海。目前只发现9具是越南籍的一个遗体，研判是一个集体偷渡的一个案件。检方完成详检了后，无发现他杀的嫌疑，排除人口买卖来接应。不过偷渡用的船目前也未找到。为警方掌握的名单，因计共有14个人，其中5个人到达要行踪不明。也那9位越南籍死者的家属，嘛有来台湾给因处理后事。基于人道的精神，人道关怀无国界的一个精神来去协助他们最在意的殡葬事宜，能够了解，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些宗教的不同，帮他们做了2个分开的一个仪式。就算这个人不是环保协会服务的对象，徛伫关怀无国界的立场，要是协助家属联络慈善团体办理后事。也那死者的家属按算伫11就会登记越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的病房助理，早起去台北市政府头前定情，因表示讲病房助理的骹手是严重无够，目前阁欠30个人，因平均一个人就要照顾30个病人，那过劳嘛无法度顾到医疗的品质，所以呼吁卫生局长应该出面来解决问题。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的病房助理，在早起聚集伫台北市政府大门前，大声喊协询卫生局长，佮控诉院方一直无解决病房助理人力不足的问题。因为目前病房助理人力欠将近30人，平均一个人都要照顾30床病人，工作过劳，互因身心疲劳。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帮病人翻身、换尿布、喂食。我们的白班1位助理要照顾15位病人，大小夜班1位助理甚至要照顾30个病人。病房助理表示，因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护理师，也佫有一寡临时交代事项。院方聘雇病房助理人数，为疫情前120人，即马敢若剩80人，减少将近3成。半年来，敢若只有较无3个人。医疗人力不足，也无法度提供病患真好的照护品质，呼吁主管机关都要重视人力无够。病房助理是担任一个协助的角色，那所以是用人床比来做一个总员额的控管，然后会依据各单位的照护的这个业务量来做人力的调整跟调度。台北市联医是讲，急性病房的病房助理制度，全国是敢若台北市联医才有的，目前嘛无中央颁布的设立标准。病房助理员额、人力计算方式甲薪水等等，当年拢是由联医依照服务量等因素来调整，会透过多元管道积极招募人力，通减轻家属照顾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咱台湾的往来进口哦，目前是有部分的往来外销日本。最近日本就有市长专工来台湾采购，嘛宣布讲5月底，因当地9间学校的学生囡仔，在当地营养午餐食到往来哦。为着要外销日本，农民嘛表示讲，因会来加强产的管理，减少虫害。多只个幼摆的金砖往来有正香的气味，来要出口到日本珠城县日间市9间学校。3,360个学生会伫5月17、18中昼顿食到台湾往来。日今市长山口新秋特別來台灣出席記者會，學到講真好食。今回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は2度目の昨年に続いて提供をいただけ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到5月12為止的統計，出口到日本的往來已經有12000多噸。不過，銷往日本的往來檢疫比中國更較嚴格，若出現蟲害，就更要另外處理。為了改善，農委會也派出食物醫生到產地輔導。在地合作社表示，加強這項管理了後，蟲害有明顯減少。
比如说我们的田间杂草去除，对，然后可以防止那些虫类就是去依附在那个杂草上面，然后也让我们之后的喷药会比较顺这样。除药啊，更较有效果，有合作社虫害比例为30%减少到3%。农粮署统计，整体卫生相关降到2成。合作社理事主席表示，过去销往中国的往来数量是即马销往日本的3倍，日本是重要的市场，不过需要农民更较骨力做好管理，提高往来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 ，Google 伫昨推出头一支会当对拗的手机，嘛等是 AI 技术的应用，甲 Gmail 地图个云端做结合哦。另外，欧洲议会今仔买来针对规范 AI 人工智慧的法律来进行投票，望讲会当来解决智慧财产权甲文书等等的问题。AI 人工智慧已经渐渐变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网络服务的开讲机器人龙交有。去年11月，真侪开讲机器人公开上市，互人会当真轻松使用 AI， 侵犯智慧财产权甲文书的争议也渐渐出现。欧盟成员国伫2年前提出的人工智慧法案，预定这个月11要伫欧洲议会进行表决。以后透过 AI 所形成的图像甲作品，拢会特别注明。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think the time is really now to do this is because we really need guardrails for the quality of the models because they are rolled out large scale, so many businesses but also users will start using them. 欧盟的人工智慧法案将可能是全球制定的标准，世界各国目前拢在想办法来确保发展 AI 阁未威胁到咱人的权利甲安全。白宫最近阁调集微软、Google 加 ChatGPT 的研发者讨论 AI 的风险。联邦贸易委员会警告，会一点都无张持来做打击。都伫全球开始思考要安怎控管 AI 的同时 ，Google 伫7月推出真侪项硬体产品加软体服务，包括头一支会当凹字的手机啊。高度比市面上任何一支会当凹字的手机啊，拢更较无。执行长皮查嘛宣布，要整合语言模型到 Google 的真侪服务，像讲 Gmail 地图加云端硬碟等。We've been applying AI to make our products radically more helpful for a while. With generative AI, we are taking the next step. With a bold and responsible approach, we are reimagining all our core products, including search. Google 测试的开讲机器人 Bard 本来是干那提供申请用户使用，不过7月宣布开放所有用户拢会当使用。Bard 的语言扩充会为日语加韩语开始，到尾会慢慢增加差不多40种语言。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乔治·桑托斯涉嫌诈欺、洗钱、佮偷用公款等13项罪名，伊伫昨已经被抓起来，伊是家己去自首，也毋过伊对相关的指控拢拒绝认罪，最后是以50万的美金交保。共和党众议员桑托斯行出法庭，对被指控欺骗捐款人所用竞选经费、合经历造假、非法领取失业救济金等13项指控，拢无认罪。We hav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come after me on, and I'm going to comply. Now I'm going to have to go and fight to defend myself. The reality is it's a witch hunt. 34岁桑托斯早起家己去自首，下昼就出庭应讯。伫咧形式上，被起诉的人若行入法院，就算被逮捕。桑托斯对相关指控拢无认罪，上尾50万美金交保。若罪名成立，可能会面临20年的徒刑。伊律师讲，桑托斯目前继续公务刑庭，要求法官予伊自由履行，也已经甲护照交晒。起诉书内面甲伊欺骗的行为算总效。检察官讲，这就甲伊塑造家己是百万富翁的形象同款。去年胜选了，股卡拢锁出来。The evidence must be absolutely overwhelming for the prosecutors to have put this together this quickly. This does not bode well for Representative Santos. 桑托斯甲政治现金用伫咧私人使用，买名牌服装，用现金付信用卡的费用，伊也非法申请原本应该发予因为疫情无投入的纽约人失业救济金。伊伫去年11月一当选，就互人逼讲伊学经历甲家庭背景拢是假。虽然承认无读过大学，也无伫咧高层花旗工作过，不过今年1月，议员去国会宣誓就职。
虽然司法调查一件一件一直来，桑托斯到即马也是无愿意辞职，并且讲要甲司法继续对抗，捍卫家己的名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波兰决定要伫官方的文件，甲位伫波兰甲立陶宛中挖进波罗的海、罗西亚的领土加里宁格勒，该登去古名叫做科尼斯堡。也毋过罗西亚是非常的不满，因认为波兰这款动作是真无友善。5月7号开始，位伫波兰甲立陶宛中间挖进波罗的海的俄罗斯海外飞地加林宁格勒，将此改名做科尼斯堡。波兰境外地名标准化委员会改名理由是，科尼斯堡是这个地区的传统称呼，而且加里宁是一马罪犯，对1949年苏联入侵波兰时的卡廷大屠杀爱有责任。伫波兰若讲到伊是有负面的意义，今后未可使用，那这个举动煞引起俄国的不满。граничащие с безумием процесс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сходят в Польше.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истории. 身为北约成员国的波兰，自俄罗斯伫乌克兰展开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了后，强烈表态支持基辅，搁跳掉伫全国各地的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Также стоят и давно уже стоят вывески, когда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в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в Королеве. И что такого? 加里宁格勒虽然是俄国的一部分，但搁甲俄国陆地也是海上拢无相连，爱透过铁路甲天然公路去立陶宛，才会当接受俄国的攻击。二战结束了后，加里宁格勒是一个叫做科尼斯堡的德国领土。苏联1945年兼并了后，将伊改名，前独裁者斯大林以家己亲信的名米哈伊尔加里宁，将科尼斯堡改名做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面积大约1.51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50万。伫苏联时期一直是封闭的军事区，也是目前各个波罗的海南对司令部所在地。一旦俄国甲北约发生军事冲突，加里宁格勒的战略地位对俄国来讲都特别重要啊。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过来消息咯，咱过来看台南600外公哦，拢无啥雨水，造成气温上过咸。即马佮传出讲，北门、将军、七股、安南区一寡渔民市的蛤蟆死亡率是真悬哦。台南市农业局嘛呼吁渔民哦，若是拄到这款情形，会当去公所申报，农业局会来协助争取中央的现金救助。一粒一粒卡拢已经现天的粉药，规堆蹲伫渔内边啊，数量侪咧干那山，互渔民看了是真痛心。台南7股10分里口内啊，第二日发现粉药的死亡率较悬，渔民推测因为靠岸雨落少，致使渔内水愈来愈咸，这个粉药才会拢咸死。真哦，真哦，若你若甲无流水哦，拢伫咧5、6度、5度半，咱这也无咧像。在西面讲有迄款个地下水人去头啊，所以咱是爱靠天啊。啊，你靠天的时候，伊就无雨水，无雨水的时候，这就是蛤蟆就站袂掉啊。那其实除了盐度过高之外，其实温差太大也是一个饲养上一个很大的障碍跟问题。特别邀请农委会相关官员进行会勘。照饲粉药的经验，旧历3月、4月、8月、9月，因为季节转换，影响粉药育成率。不过今年算断了特别严重，中央甲地方农业单位联合会勘，发现鱼湾内底的水咸度有到5度。比适合饲粉药的2度至3度，还阁悬真济。北门地区饲粉药的渔民，目前已经有70多个人来通报，也若7股嘛超过10个人，人数要持续的增加。海水绝对的浓度4度啦伊就影响伊的生长。啊，若5度就可能影响伊的死亡我所以现场采出一寡咱的样品对伊化验。你若讲有这个发生这个死亡的情况，尽速甲咱公司来通报。台南市粉药的面积差不多3250公顷，一年产量是13000吨，是全台湾排第2。农业局呼吁受灾渔民爱赶紧通报，若认定有符合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协助渔民来申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有一个桥倒摆的查某人，因为冲黄灯，结果互一台冲红灯的车弄到，人飞出去哦，也毋过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而警方伫县内十大危险的路口已经有设科技执法的系统，短4个月开红单，甲设备的成本拢赔回来咯。都有民代批评讲，政府根本是在抢钱。也毋过警方是强调讲，科技执法确实有减少车祸的效果。
这个查某人骑车经过宜兰市新兴路甲河茂路口抢黄灯，煞互另外一台弄红灯的轿车弄着，伊伫空中并一连了后落涂骹，这个画面互人看到真正会惊。好佳在伊敢若受伤，无性命危险。那个机车的号志是黄灯，那另外一边汽车的号志，我们在后续再做详细的厘清。那本分局也在此呼吁。驾驶车辆应遵守交通号志之管制。为了避免类似违规、致使严重车祸意外，宜兰县去年11月开始，伫县内10个开发生事故的路口，专门实施科技执法。根据警方统计，科技执法设备用3409万。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全县科技执法的设备估计开出3245万，设置成本差不多已经回收。不过部分民意代表批评科技执法，拢敢若掠超过线的小违规，佮因为无路货区这配套。影响路口商店路货，根本就是伫咧抢钱。机车到着线，就要共处罚。我是感觉讲吼，这应该要爱去慎重的去考虑。不过有一寡民众也是认为科技执法设备实在有必要，因为对用路人的安全甲行车安全有真大帮助。这个其实对不管用路人的安全还是行车安全，其实都有蛮大的帮助。这个设备建置之后，建置启用之后，除了教育民众遵守交通规则外，另外也让节省的警力能够更有效的投入其他勤务中。警方表示，科技执法到即马启用头一个月执法总件数有9475件，到今年4月已经降到6403件，下降32%。另外，事故件数也比去年同期降38%。设备建置了后，除了教育民众遵守交通规则，嘛会当维持行车秩序，呼吁民众爱遵守交通规则。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5当前起的处理品的处理厂，在2019年无通过验收，嘛甲厂商解约咯。也毋过有县议员是发现讲，当初起处理厂的预算3400多万，厂商嘛已经领走2600多万咯。县议员就讲之前的粪扫焚化厂，县政府嘛是搁开要20亿，甲焚化厂买回来，这个粪的处理厂敢会搁共款呢？台东县一间处理喷的工厂已经起5年啊，不过内底设备伫3年前起运转了后，因为验收无合格，就甲厂商结束合约。有县议员发现讲，当初县府开3400多万来起，停止契约了后，厂商竟然已经甲2600多万领去，刷了下即间无法度使用喷的处理厂，这可能会搁甲台东县开19亿6千万买回来粪扫焚化厂的代志同款。我会担忧的，说未来使用已经经过好几年了。那边的机器、那边的设备会不会再像胡诺楼一样再重新的换过？台东县环保局表示，付予厂商的钱是以合约验收有过项目，若无合格，是主要设备喷的处理槽，厂商阁无法度改善，才会结束契约。经过厂商提出民事纠纷的调解，环保局未付800多万的尾款，而且阁会甲厂商加领的400多万甲讨回来。我们现在已经给付出去的部分，事实上是将来都可以运用的。包括建筑物、厂房的设备这一些都是将来可以运用的，所以没有这个浪费公帑的这个情形。不过，台东县每日天会产生20多吨厝内甲事业用的喷，这会安怎处理呢？环保局讲，旧的处理厂已经更新设备，要是会当处理每日天产生的喷。若新的迄间要安怎处理？环保局讲会要求厂商伫今年6月，甲无合格设备拆掉，甲厂区先互管府了后。继续办理喷的处理槽招标采购，就会当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凤山的五甲国小校舍已经翻新，也毋过无运动场的经费，旧的运动场已经真旧真后咯，嘛捌造成一寡学生受伤哦。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会继续来帮学校向体育署来争取经费。学生两边的脚头有拢溜皮老花，这款情形伫高雄凤山的五甲国小运动场是常常咧发生。这间100年的学校，两当前因为教室校舍伤旧，未堪伫大地动，要改起新的运动场煞是一直拢无改善，铺道破空，四界拢是窟仔，阁有更紧看现，敢若会当用塑胶笋甲砍掉咧，提醒囡仔卖外紧。有些受伤，可能有一些坑啊、石头啊，绊到就要跌倒。从1年级进来到毕业，连一个完整的运动场都没有。可能这是国际的笑话，以家长及校友的身份来呼吁政府，真的忍无可忍，痛心疾首。家长讲，囡仔敢若会当伫有铺点仔的所在运动，常常受伤。
学生嘛月度甲老师下愿，讲想要爱新的运动场。学校表示，因为经费不够，甲市府有共识了后，先改去校舍，才争取经费甲运动场翻新。想要到预算一直拢无通过，因嘛真无奈。那体育署的话说，他们现在进行的是操场的拉皮整建，那跟我们五甲国小申请的新建项目是不符合的。目前学校需要重新的规划设置操场。本案已经3次的函送体育署申请跑道经费的整建计划补助。市府表示，五甲国小因为配合校园整体规划，甲运动场跑道内部甲周边的草坡拢算入时间的范围，所以要重新规划。接落来继续争取经费，维护师生的权益。记者王周婷、陈兴坤高雄报道。世界卫生大会 （WHA） 21会伫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哦，咱国嘛是个未受到邀请。台湾以下学生哦，各有公卫专家今仔是宣布讲，因要组成世界公卫药学行动团，去 WHA 参加一寡研讨会，嘛要伫当地来主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会邀请欧美的专家来做交流，望讲互世界当来了解咱台湾的医疗实力，各有对世界卫生的贡献。由大约20个学生组成的世卫公卫医学药学行动团，宣布因要自费去瑞士日内瓦参加 WHA 周边的会议，也会伫20在当地举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叶志玲王树立表示，虽然咱国无法度互正式邀请，不过望透过学生公民的力量，和国际医学界、公卫界交流。我本身有医师甲公卫师的资格，这届出团上希望的就是当建立台湾人甲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专业之间的交流。学生团体和公卫医师合作，会伫当地举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邀请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公卫专家分享经验。参加的医师表示，学生的热情是让伊真感动。那这次我们出团的学生们那都是义无反顾，都是食宿自理，并且承担机票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之下，也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热血每一年继续的执行下去。世卫公卫医学药学行动团唔但会家己举办论坛，也会参加 WHA 相关的会议，加超过30场周边的活动。望透过这寡行动，培育少年人参与全球外交的能力，也让大家看到台湾对世界公共卫生的贡献。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来看中华一帮中信兄弟球团，伫昨暗正式讲，带领球队连续2档摕到总冠军的总教练林维祖，要转任球团的海外发展顾问。副领队彭建斌会来接总教练哦。领队嘛强调讲，这是球团长期的规划，毋是外界风声讲林维祖甲董事长高中良意见未合。中信兄弟伫咧初十比赛前宣布总教练林维祖请假1天。互大家伫咧约讲，是毋是变换掉？领队老指挥伫咧比赛后证实，林维祖将会转任球团海外发展的顾问，副领队兼农场主管彭正斌接总教练。主要还是球团的长远规划。维祖的合约本来就是3年约嘛，那今年是第3年，对。那不过我们就是这个新的任务交给他，那其实也跟合约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那当然就是大家把任务给持续做好，这样就可以了。后任网络顶伫咧传嚟讲，是甲董事长高正良意见无同，才会交出评估。林维祖2017年退休了，2018年就接2军的总教练，2021年接1军就带中信兄弟突破7年6变亚军的魔咒。去年更加完成2连霸，也佫达到史无前例总教练伫咧总冠军赛8连胜的纪录。这1年来这么支持，这么努力的为我们加油呐喊。但这些选手虽然有一些低潮，但是终究我们做到了，总冠军我们拿到了。明天我们是练球日嘛，我们就照正常练球，还是安姑教练会带着练球。那礼拜5的时候，恰恰他就会到台南，对，接任这个工作。这是中职史上第一遍2连败的教练，伫咧球季跑到一半离职。中信兄弟开季到即马成绩拢无啥好，目前并列第4名，暂时排上尾。不过领队否认换人甲成绩有关系，除了总教练异动，球队的教练团也出现人事大调动，包括投手教练、投捕教练，也有野手统筹教练，拢会换人。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真侪观众拢真学了台湾戏剧《人选之人做龙者》，这出戏是讲咱国内的选举文化。电影因平台已经连续2礼拜拢排头名。唔那议题甲内容是反映现主时的台湾社会。演员伫语言的使用嘛拢真自然，讲台语、讲华语嘛讲客语哦，呈现出咱台湾是一个多语言的环境。我们的存在是让候选人站到浪头上。我们是造浪者。以政治幕僚做主題的至情劇《人選之人造浪者》，在台灣引起節話題，連續2禮拜在串流平台排頭名。導演林君陽表示，內容使用節社會議題，都是使用在台灣討論多元的議題，反映台灣真實社會，也利用這款議題帶動劇中人物的變化。譬如說，裡面討論的 face， 討論的同婚，然後討論的環保議題，我們討論這個議題其實都不是給議題答案，我們大概都是討論這議題的時候反哺回來給這些角色一些往前進的線索。劇中也使用謝台語元素，親像劇中紅聲這條歌是歌手施文彬所唱的全台語歌。劇中角色也定使用台語，甚至有使用台文羅馬字。台文作家鄭順聰認為，這出戲是將台灣多語言的使用狀況，用真自然的方式展現出來。一半南參台語，一半南參華語。你講的過程當中，你感覺做自然的，迄就是咱看到做這一種較老輩這個台語的政治人物，比較回到一種自然語的狀態，讓大家覺得看着看着會覺得，這個好像現在我們說話其實也是經常不同的語言穿插的感覺。林君陽表示，觀察到真實社會當中，台文羅馬字開始豆豆出現，所以也將這個元素藏在戲劇當中。鄭順聰表示，這幾年濟戲劇、歌劇攏開始使用台語本，那代表母語漸漸獲大眾接受，也是少年這輩當咧用新的方式記錄現代的文化甲生活。記者關謝桂林台北報道。在2019年，中國一個查某人伊佇北京的病院，想要甲伊的兩子冷凍起來保存，也毋過病院是講，因為還未結婚，所以拒絕。這個查某人嘛向法院提出告訴，去年一審判伊敗訴，也毋過伊個繼續上訴。因為中國少子化甲人口負成長是愈來愈嚴重，所以認為講愈來愈希望會使拍贏官司咯。穿寫字白色西裝外套、穿插溜達刺繡者拜二到北京出庭，為爭取單身女子的當人權益繼續奮戰。我當然希望就是所有有這個生育意願的單身女性都能夠平等地享有這個權利。刺繡者是在2018年30歲時陣到北京病院為當人，希望保留將來生囡仔權利。迄時陣各項健康檢查結果攏顯示伊符合條件，最後因為無法度提出結婚證明，病院拒絕為提供這服務。伊認為婚姻只是生囡仔手段，毋是前提。真生氣佇今年提告要求病院停止侵犯伊的生育自主權。不過去年7月一審判決伊敗訴，雖然拍官司真開時間，刺繡者依然決定上訴討公道。這件事情對單身女性來說很重要，所以我自己也，就是在這個案子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成長嘛，我覺得我也不太想輕易的放棄它。中國衛生部的法規單身女性免當人，不過允准無結婚的男性關證或者是保存親子。不過數據顯示，去年中國人口60年來第一擺出現負成長。今年3月政協會議都人提議對無結婚的女性開放生育醫療服務。刺繡者是中國第一個站出來爭取當人的未婚女性，伊認為目前風向好親像有轉變，那自心應勝訴也馬上去當人。公司新聞將回面評價。5月14日康榜是香港將特殊的景觀，也毋過最近這幾檔香港政府是拆掉真濟康榜，有民眾就講早壓香港的特色會消失。香港的深水埗已經掛半世紀的南昌飯店藝紅頂看板，在最後一晚有真濟民眾來翕相留水紀念。八幾條街自頭到尾，攏是看到敢若藝術品的藝紅頂的看板，這嘛是聽一個減一個。香港1926年飯店合法化了後，這個產業就發展正緊，深水埗就開真濟飯店，其中澳門的飯店大王高果寧家族持有的南昌飯店老店，這嘛是3級的歷史建築。伊個看板更加是經典，就敢若是一隻倒吊的蜜寶出來甘着錢，頂頭也有雙喜代表吉祥，是真濟香港人的記憶。3公尺寬、2公尺寬的看板貼來，業者真唔甘。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defines a scene as a Hong Kong scene, it'll be a Hong Kong pawn shop, the Hong Kong pawn shop sign. Neon, in general, has been long associated with Hong Kong. It's been in all the sort of 1960s and 70s and movies of Hong Kong, and it's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visual history. 港府去年开始搭建卫星污点的计划，要拆或者是维修1700个看板。当地有看板保护团体伫咧游说，希望会当尽可能保留香港日方之声的视觉艺术。因也伫咧郊区的户外窗户保存各种拆落的旧看板，正用心维护。希望有一天会当伫咧博物馆顶级的设施内面展示。不过，即马经费无够，因是希望会当让这个看板就留伫咧原有的所在，展示香港的原汁原味。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下晡的天气，咱就看过关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戴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